28 House 大家喺網上面就睇得多啊，但係真正嘅28 House 係點？今日帶大家嚟到九肚山嘅富豪山峰睇下呢一間2584尺4房4套帶私家電梯前後花園連2個車位嘅獨立屋有咩吸引之處？前後花園包圍住成個單位，客飯廳2個功能區分別佈置喺兩邊，而廚房就位處於單位嘅後方。雖然已經入伙8年，但係原業主保養得宜，廚具仍然係同交樓時質素相若。4房4套嘅睡眠區分佈喺2樓同3樓，4間套房分佈喺單位前後兩面。朝東嘅客房正對住九肚山嘅其他屋苑，而朝西嘅就望住內園泳池，3代同堂都可以望住唔同嘅景緻。而家單位售價距離原業主買入價仲有大概10% 嘅空間，想喺傳統豪宅區揾一個理想以下嘅獨立別墅，富豪山峰會係你最好嘅選擇之一。下次仲想我同你去睇咩單位？評論區話俾我聽，即刻關注我賬號豪宅大師，下次再同你一齊去睇香港唔同嘅單位。